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試卷4考試包括甲部朗讀及乙部口語溝通兩部分，考生需先考甲部朗讀，然後再進行乙部口語溝通。甲部朗讀，考生有3分鐘時間準備，考生需於1分鐘內完成朗讀一篇文章。乙部係口語溝通，考生有10分鐘時間準備。一般情況，口語溝通每組6人，考試時間18分鐘，除非有人缺席，而後來者又未能及時補上，先至會減少組員人數。但無論如何，每組不少於4人。如果全組只有5人，時間縮短為15分鐘。如果全組4人，時間就縮短為12分鐘。考生可自由發言討論，但考試不設每人1分鐘首輪發言時間。考生需按准考證上列明嘅時間到所屬試場報到。參加第1節考試嘅考生，報到時間為下午5時正；參加第2節考試嘅考生，報到時間為下午6時30分。考生唔可以提早喺報到時間15分鐘前到達報到室，以免影響考試進行。另外，如果考生遲到超過30分鐘，將不獲安排考試，需要再申請補考。考生可以喺試場大門口嘅報告板上核對試場是否正確。核對完畢，考生可以依照通道上張貼嘅方向標誌前往報到室報到。各考生就座後，報到室主管會向考生宣佈考試嘅注意事項。考生請核對你哋嘅准考證，我哋呢個試場嘅編號係 G201。然後提醒考生關掉手提電話。試場入邊係嚴禁使用手提電話嘅，考生如果帶有手提電話或者傳呼機，應該立即關上電源，直至考試完畢為止。請各位考生準備你哋嘅准考證，我哋即將開始點名。如果嗌到你嘅考生編號嘅時候，請你舉手，並且大聲嗌道向我示意。跟住，報到室主管會逐一講出考生編號，進行點名。0000475。點名完畢，報到室主管核對每一個考生嘅准考證。如果考生嘅准考證上冇相片，報到室主管會要求該名考生出示身份證。核對完考生嘅證件之後，報到室主管會向每名考生派發一個貼喺襟前嘅號碼貼紙。號碼貼紙共有紅、黃、藍、綠4種顏色，顏色代表考室，中間嘅數目字代表該名考生喺小組討論時候嘅編號。另外，考生又會獲發2張電腦記分紙，一張紅色，一張藍色。考生要小心查核電腦記分紙上嘅資料，例如考生編號、姓氏等是否正確。如果一切無誤，考生要喺電腦記分紙上簽署。完成查核證件同埋分配考室嘅程序之後，備試室主管會帶領考生前往備試室。各位考生，嗱，你 check 你嘅手提電話熄咗未？如果未熄嘅，而家熄咗佢。第二樣嘢就你手上應該有2張分紙嘅，一張粉紅色，一張粉藍色嘅。麻煩你喺適當位置簽咗俾佢先。而家咁一陣間考試嘅時間咧，就係話唔同組嘅同學，咁嗱你029同學去隔離第一間房考試，藍組030嘅同學係隔離嘅第2間房考試。咁就每名考生嘅台面上面，除咗所需文具、准考證及電腦記分紙之外，應該並無其他物品嘅。手提包及個人物品應該放喺凳下面。每名考生有3分鐘時間預備考試。當我派發試題俾你之後咧，會以計時器同你計時。3分鐘之後計時器會立即響起，你必須立即停分，同時將試題翻轉以背面向上放喺台上面，然後等候進入考試室。我現在分發試題俾貼紙1嘅考生，其他考生嘅考題將會稍後分發。喺甲部考試開考前3分鐘，備試室主管將試題分發俾每一組嘅第1個考生。每個考生有3分鐘嘅備試時間。冇問題，3張開始。以第1個考生獲分發試題後計算，
備試室主管於1分鐘後再分發試題俾第二個考生，如此類推，確保每一個考生喺領取試題後都有3分鐘嘅準備時間。考生喺準備時間內唔可以同其他考生交談，但可以喺試題紙上畫記要點。準備時間完結，備試室主管依照次序指引考生前往考室應試。考生需要帶埋試題紙進入考室。將2張電腦記分紙分別交俾2位主考員後，開始朗讀。請你企喺台嘅前面啦。我哋示意嘅時候，你就可以開始朗讀㗎喇。朗讀必須喺1分鐘之內完成。計時器已經調校好㗎喇，撳掣之後你就可以開始朗讀。當鐘聲響起嘅時候，請你立即終止朗讀。劍術看來淺顯，其中道理卻深邃而精。女子穿戴。好啦，朗讀時間到啦，請你將試題紙交翻俾我，然之後你可以翻去備試室㗎啦。考生朗讀完畢，將試題紙交還俾主考員，離開考室，返回備試室。小組嘅第1至到第5名考生完成甲部朗讀後，要返回備試室，等候進行乙部嘅口語溝通考試。而家係小組嘅第6名考生進行甲部朗讀考試。同組第6名考生完成朗讀後，主考員指示該名考生就座，等候其餘5名考生由備試室重返考室，進行乙部口語溝通考試。主考員喺考室門口向備試室主管示意，通知其餘5名考生由備試室重返考室，進行乙部口語溝通考試。請大家按照你嘅貼紙編號就座。而家會派發試題，大家有10分鐘嘅準備時間。當鐘聲一響之後，準備時間就會完結㗎啦。主考員將乙部嘅試題紙分發俾考生，考生有10分鐘時間準備。喺準備期間，考生可以喺試題紙上寫低要點，但唔可以同其他考生交談。準備時間完結。好啦，準備時間夠啦，你哋有18分鐘嘅討論時間。發言次數不限，長短亦都不限，但係必須要注意，壟斷發言或者唔俾別人有發言嘅機會，我哋會酌量扣分。當鐘聲再響起嘅時候，即係表示討論時間結束。咁而家可以開始啦。其實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傳統嘅習俗啦，特別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啦。咁其實今日我哋嘅討論咧就會就住到底農曆新年入面嘅習俗咧，其實係好好嘅，因為呢樣嘢可以增加親情之間彼此嘅關係啦。好啦，考試結束啦，請大家將試題紙交翻俾我，然後可以執翻齊你哋嘅私人物品，然後離開啦。考試結束，考生將試題紙交還俾主考員，然後離開試場。